疫情过后，这几档出国民众是愈来愈多。今年休热总运量有机会超过853万人次哦，可能会阁创历史纪录。桃园市产业总工会今仔是到交通部去定情，因批评讲机场员工的负担愈来愈重，也毋过劳动环境稍拢无提升。嘛讲政府会当比较扣上港服务费来照顾机场的基层。报道未来拢是人，指控指数全年超过1684万人次出国，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98%水准。今年休热出国人次更较可能创历史新高。桃园市产业总工会指出，机场第一线员工工作量一直欠悬，不过薪水甲福利无明显提悬。呼吁交通部应比较咱原来香港服务费收取保管甲运用办法，由总额提拨，高劳动部分向提悬港口相关工会尽力服务品质。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交通部不能够规划，让机场营收的部分盈利1%也好，1/1000也好，部分盈利我们来研议，有没有可能提拨一些金额，我们来确切的落实照顾机场的从业人员。工会也指出，交通部应该检视各大国际航空业卡子公司的薪水福利，避免故意对薪水敢若用各种津贴来执行薪水，造成年终奖金，不如集团讲的遐尼好。甚至做了10几20年，他在这个职位薪上面，他还是一直等最低薪的职等上来退休。劳动权益还有辛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的。交通部这边我们会转请相关单位来研议托予处理。航空培训机构指出，疫情了各国机场面临保障旅客拢在欠人，也来台湾找人。台湾若无提悬待遇，可能会面临未来人才外流。24小时上班的工作呢，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呢，能够不管是薪资上面，我认为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友善的提升，其实也是对于求职者或者是对于这个上班的就业者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业者分析，除了提悬薪水，因为机场常常伫郊区，难提供交通补助，还是时代福利，也对员工有实际帮助。记者综合报道。